最近在中國有一項因的佚佗名是真死行，不離個在網絡頂說是出現用摔的、用斬的等等暴力的手法，是引起真儕爭議。尤其是在網絡頂都有底碼，互真儕家長是感覺真煩惱。就是這個在中國真紅的蘇鴨紅仔娜塔莎，外形是烏色皮膚嬰兒的模樣。部分業者翕電影因將紅仔揪甲變形，再佇塗骹打好邊，甚至還佫將伊灌水驚破，強調奶草恐怖，引起外界議論。即馬這個紅仔佇台灣蝦皮、某某等購物平台也攏買一條，引起家長的煩惱。人偶就有點像虐待兒童那種感覺，所以我覺得不太適合小孩子。會有一種不良的習慣產生。那個看起來好像有點暴力，我怕他們用同樣的方式去對待其他的小朋友。對此，精神科醫師表示，這款的蘇鴨紅仔甲一般的年齡都無同，除了有種族歧視的疑慮，也煩惱青少年登去看，也是學這個暴力行為，那可能會欠同理心，也可能將攻擊性行為合理轉到現實生活中，誘發校園霸凌。另外，這類的網情佚佗物多數攏有強烈擦片的化學味，可能藏着有毒的物質，對囡仔健康造成威脅。誤以為用這種玩具呢，我可以隨便的虐待啦、施暴，就可能在產生了一些校園暴力、欺負弱小、欺負小動物。根據中國媒體報道，已經有幾個中小學將娜塔莎列為校園違禁園區。咱國內精神科醫師是建議家長會當陪同囡仔同齊拼圖、畫圖等靜態活動，也會當陪同囡仔同齊拍球做運動，攏對親子舒壓有幫助。另外，平時也愛有充足的睡眠，擱減少甲其他囡仔做比較，加互囡仔正面欣賞甲鼓勵，攏會當互囡仔調解壓力，維持身心健康。記者綜合報道。